Hello，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 啊，歡迎翻到嚟澳洲生活投資頻道啊。過去呢幾個禮拜裏面，澳洲股市創出過歷史新高之後呢，咁其實市場上面同埋好多投資者都開始有一個憂慮，就係當中嘅 Commonwealth Bank CBA 呢就佔咗指數成12%喎。究竟呢一個有危有機嘅情況，我哋又係應該要點睇？甚至會唔會有一個更加聰明嘅方法，可以有效地去繼續捕捉住澳洲嘅一啲唔同嘅 exposures 啦。如果你有興趣去了解今集嘅教學內容呢，記得留意到最後啦，會有一啲好特別嘅一個內容想同大家分享㗎。咁同過往一樣，今集嘅教學內容冇任何嘅投資建議，但係建議就有一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like 我條片，同埋介紹多啲俾朋友仔啦。好啦，咁其實澳洲個股市咧，由4月份我哋當時係逆向地，即係喺好多媒體唱淡，叫好多人要離開一啲投資嘅情況底下咧，其實當時我哋喺媒體，甚至喺呢一度啦，都有同大家分享過我嘅睇法，係覺得係視為一個中線嘅吸納機會㗎。咁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其實由低位澳洲股市已經上升咗接近20% 㗎啦。好多時候呢個時候大家都會去諗，股市創過新高，整頓完喺高位徘徊，我應該去點樣去處理呢？嗱，如果你有相關呢一啲疑慮呢，首先我喺度派一份禮物俾大家嘅，就係我哋唔應該淨係睇住個價格高位同低位，去覺得呢件事係平定貴，尤其是當你哋係投資緊喺一個澳洲嘅股市，可能係屬於一個比較通常投資時期長少少嘅地方呢，大家睇嘅嘢其實應該睇多少少個基本面，同埋諗下自己喺個投資組合點樣作出一個中長線嘅一個部署㗎。有時我成日都話，投資上面有冇一啲工具令到你嘅投資方法可以進步，係可能有用過成日淨係去諗點樣炒賣賣㗎。如果你係自己或者你身邊嘅朋友需要一啲更加專業嘅1對1嘅一啲唔同嘅問題去做分享呢，我相信大家可以留意下樓下嘅連結，去約一個1對1嘅面談。我相信呢啲嘅經驗分享係對你會有好大嘅幫助㗎。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我係少數同時喺澳洲同埋香港有持牌或者資格去協助當地嘅客戶同埋公司進行多元化嘅投資嘅，例如咁多年美股、澳股、SMSF、ETF 等等嘅經驗，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 YouTube 嘅頻道分享返我咁多年同澳洲、香港華人嘅投資同埋生活經驗㗎。如果你有興趣同我進行1對1嘅面談，可以透過影片下面嘅連結或者頻道內容嘅連結同我預約時間。我哋見到今年澳洲個股市真係做得唔錯㗎，咁其實當中咧最主要就係嚟自於保險、銀行同埋工業板塊嘅一啲升幅㗎。嗱，呢一幅圖我哋可以睇到黃色係代表 multiple change，即係可能係大行咯對於一個估值上面嘅一個看法嘅轉變啦，而藍色就係對於呢一個板塊嘅盈利增長嘅一個改變嘅睇法啦。咁仲有就係佢哋嘅股息、綠色呢啲巴啦，所以整體嚟講，我哋可以見到就住呢3個唔同嘅一啲因素裏面咧，就令到工業、銀行同保險咧都有個明顯嘅升幅，尤其是銀行同保險咧嗰兩個板塊咧係升咗15%至以上，甚至去到接近20% 㗎。嗱，呢一版我留俾大家自己去參考下自己個投資組合上面嘅唔同一啲部署啦。但係喺今日嘅內容裏面，我哋要提出一個要點就係，究竟如果喺銀行同保險業務咁重嘅話，係咪真係咁擔心呢？其實我哋投資開澳洲股市嘅朋友咧，都會理解到 ASX 200指數嘅構成咧，好多時候都有銀行嘅板塊為重㗎。嗱，我哋就算我哋參考兩隻喺澳洲上市嘅 ASX 200指數嘅 ETF，例如 A200啦或者 STW 啦，嚟做大家嘅教學啦。我哋以拎住 A200為例啦，其實 banks 啦，即係銀行啦，同埋 mining 啦，就係礦業股咧，其實就各自佔咗接近30%同埋14% 㗎。所以呢兩個板塊對於
喺 ASX 200指數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板塊嚟㗎，因為如果佢哋水漲船高嘅時候，就係水能載舟啦。但係如果佢哋打一打個乞嗤，其實可能我哋都要擔心會唔會帶嚟一個明顯嘅波動㗎。如果我哋睇住 A200 即係 ASX 200指數嘅 ETF 為例啦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咯，咁其實係佔咗大概12.幾個 percent 㗎。對比起第二大嘅 BHP 6點幾啊，第三大嘅 NAB 4.8啊，甚至 Westpac 啊，都係遠高於嘅單一最大持倉嚟㗎。呢一個亦成為咗最近好多唔同大行甚至媒體上面有提出嚟投資者會唔會要有啲警惕呢？甚至會唔會要諗下用啲咩方法去幫自己去改善一下一個潛在嘅風險回報嘅做法啦。嗱，其實我哋首先去參考翻過去一段時間，一隻個別嘅股份喺 ASX 200指數裡面成為第一大最大成分股，其實唔係第一次發生嘅。我哋由99年為例開始啊 ，Telstra 啦，甚至00年嘅 News Corp 啦，09年嘅 BHP 啦，甚至20年嘅 CSL 啦，都有出現過其實單一最大持倉嘅成分股咧，係超過咗10% 以上㗎。而甚至會話，究竟係咪有一隻咁大嘅持倉，或者過去以最大5隻持倉係超過咗 ASX 200指數成30%，就代表一個好大嘅危機咧？嗱，參考翻過去嘅情況咧，又唔係個噃，即係唔係話最大5隻成為咗最大持倉就一定危險。所以我哋首先要了解到一點就係，如果一條指數裡面有啲個別嘅股份係佔比好大，未必係一定係一件代表壞事嚟嘅。但係如果我哋想分散一個潛在回落嘅風險，就以2000年為例，當時 News Corp 同 Telstra， 大家頭先見到佢哋佔咗10至到15% 嘅比重㗎。我哋可以睇下當時啦，其實喺臨回落之前啦嘅12個月，即係1年啦，其實 News Corp 都升咗唔少啦。咁而且如果我哋睇個指數都升咗5點幾個 percent 㗎，但係好景不常啦。如果當呢一個板塊同時間回落嘅時候，即係喺呢個板就會見到未來12個月佢哋當時係跌咗3成幾，甚至同一個板塊係跌咗有10幾個 percent 以上不等㗎。當時其實如果我哋買住個大市咧，其實未來12個月係0.4個 percent 嘅啫。但係如果大家諗住當時係做一個分散風險，去做一個板塊輪動，即係喺同一個板塊裡面，我唔係升得最多嗰隻，我去揀啲後邊可能之前升幅冇咁多，諗住博市場追落後咧，可能呢個諗法就唔係咁好啦。所以如果喺同一個板塊裡面做分散投資咧，可能呢一個做法就唔係咁可取咯喎。因為我接觸過好多唔同嘅投資者或者客戶啦，都理解到其實唔係個個都係一個花咁多時間喺金融投資上面嘅。好多時候大家可能都想問下，究竟有冇一啲簡單啲嘅方法？嗱，除咗你去揾一個專業嘅人士去幫助你之外咧，其實可能都有一啲工具可以俾你作一個參考嘅。咁就係咧，用一個我哋用 equal weight 嘅方法啦，即係話咩咧？嗱，equal weight 就即係等權重指數。嗱，我哋平時咧，例如好多時候聽到嘅 ASX 200指數咧，嗰啲叫做 market cap 啊，咁即係市值加權指數嘅，即係話我哋平時聽到嘅 ASX 200指數咧，係根據住公司嘅市值大小唔同咧，就決定究竟佢嘅權重。咁所以我哋會見到 CBA 而家個市值就因為好多水漲船高啦，咁就令到佢個權重好大啦。但係等權
權重 equal weight 嘅做法咧，就係我哋唔理間公司究竟你係大公司、中型公司定小型公司，我哋喺條指數裏面咧，例如200間公司咧，就會變成各佔0.5% 啦。咁樣就可以令到平均分散咗唔同公司嘅風險啦，同埋亦可能會將一啲中小型嘅公司咧嘅一個即係潛在嘅能力啦，都會提升咗擺咗喺條指數上面嘅。咁所以啦，嗱有時佢個波動會大少少，但係咧咁就我哋反而啦會見到大家可以會有一個比較分散嘅板塊啦。咁簡單啲嚟睇咧，其實市面上咧喺澳洲上市咧有一隻係用緊叫做 equal weight 嘅一個方法嘅，就叫做 MVW 啦。嗱，佢唔係完全叫做 ASX 200指數嘅，咁但係都叫做係一啲澳洲嘅一個等權權重嘅一隻 ETF 嚟㗎啦。咁而當中，我哋喺度可以睇到啦，嗱喺佢嘅板塊咧，因為做咗個equal weight 啦，我哋會見到銀行係佔大概11%，REITs 即係房地產信託佔9%，第三嘅 mining 咧就佔7點幾個 percent。呢度頭呢兩三個板塊咧已經遠遠見到同 ASX 200指數咧係有好唔同嘅一個對比啦。嗱，而另外我哋如果睇住啲個股，會見到唔同嘅股份可能佔1.5% 附近啦嚇，或者叫1.4附近啦。咁其實大家可能心目中計一計條數就會發覺，咦唔係喎，200嘅股份唔係應該係0.5% 嘅咩？嗱，正如我頭先提到啦 ，MVW 呢隻股份嘅 ETF 咧，佢就唔係完全係 ASX 200指數嘅等權重嘅指數嚟嘅，佢裡面嘅持股咧其實就少啲，係得70幾隻嘅啫，咁所以That's why 啦，咁其實佢每一間公司個持股咧就會高過0.5% 㗎啦。咁但係記住，最重要俾大家去作為一個教學例子去睇，乜嘢為之 equal weight，乜嘢為之我哋平時大市嘅指數啦。咁講咗咁耐，咁究竟 equal weight 係咪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個人之處咧？除咗分散風險，另外嘅個人之處咧，就係例如我哋睇到呢一版嘅 MVW， 即係白色線咧，對比起 A200同 STW 嘅ASX 200指數嘅 ETF 為例咧，會見到其實可能有時佢個表現係可以好過 ASX 200指數，又或者起碼大家叫差不多，亦即係咩咧？即係我哋可以減低咗一個過分集中嘅權重風險裡面，而仍然可以得到一個可能唔錯或者叫差不多嘅表現嘅。嗱，呢一個係用今年年初至今嘅表現去睇啦，咁所以我都要好坦白去俾大家知一點，唔係每一個時候都一定係話 equal weight 係會跑贏嘅，有時 equal weight 係會跑輸嘅。所以其實當中嗱，如果大家淨係可以花多少少時間去自己研究嘅股份咧，我會覺得大家可以應用自己選股嘅方式，再配合埋 equal weight 呢一個做法㗎。好啦，咁就好似頭先提到一個好重要嘅一份禮物，再配合埋頭先提到講嘅 equal weight 咧，就係呢一版啦。因為咧，其實大家可能跟得我耐嘅朋友啦，都會聽過我哋有一個叫 FATA Factor 嘅一個選股模式嘅。咁呢個係一個量化嘅系統啦。咁而我哋放喺澳洲嘅股市上面咧，就叫做 Factor 澳洲策略指數嘅。咁一個長期有效嘅一個選股方式，當中其實我哋再配合埋 equal weight 嘅做法嚟㗎，我哋咁多年裏面都係一向比較 prefer 用 equal weight 呢一個比較分散個別板塊風險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一個長期有效嘅方法配合 equal weight 擺喺澳洲股市會點呢？就會成為咗白色呢一條線啦。對比黃色嘅澳洲 ASX 200指數係點樣呢？嗱 ，ASX 200指數係一個67% 嘅回報，而我哋嘅指數係127% 㗎。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當如果你自己都有一個長期有效嘅方法配合埋 equal weight， 可能係可以令到你將喺投資路上啦，時間成為咗你嘅朋友啦。
喺我頭先嘅分享裏面啦，希望幫到大家，因為今時今日 ETF 一個咁方便嘅工具，咁其實如果大家可以好好善用嘅，我相信一定會有好大嘅幫助嘅。當然，如果你有啲咩問題，都可以向我係留言去咗啲發問啦。嗱，其實咧，我平時都會同 SBS 咁多年裏面咧，都有啲定期嘅訪問㗎，就好似今日嘅內容裏面，我都有提到少部分咧，係喺訪問裏面有提過㗎。嗱，其實仲有一樣嘢啦，我嚟緊啦，可能會做一啲唔同嘅教學分享，就係一啲個案嘅分析啦。所以如果大家係有一啲個別嘅個案啦，想作為一個公開嘅教學例子嘅時候咧，你哋可以 PM 我，或者仍然都可以去留言話俾我聽。咁我可能將來喺一啲公眾嘅訪問裏面咧，就會同大家去一齊去做下一啲個案分析嘅分享啦。好，咁今日嘅教學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先，多謝晒大家。多謝你嘅支持啊！記得留言、讚好同埋分享啦。我哋嘅教學分享裡面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所以喺你作出任何嘅決定之前，記住去問返相關嘅持牌人士去攞意見啦。多謝晒。